高我嘅沉默唔係代表你唔夠靈性，係代表你可能需要一啲關鍵嘅空間去完成學習。而當你觸及課題嘅時候，高我就會觸及你噶啦。主動同埋積極嘅態度咧，去幫助自己，你嘅高我會同你越嚟越接近嘅。高我其實係你靈魂更高層次嘅自我啦。咁所以連結高我最好嘅方式咧，活成高我啦。你連結高我嘅過程咧，你嘅靈魂會漸漸歸位到去最適合你嘅身份、職業同埋伴侶嘅身邊嘅。開始之前，不如飲啖水，鬆一鬆先啦。歡迎回家，親愛嘅靈魂，我係 Venus， 覺醒之家伴你成長，助你開展靈魂使命。訂閱加入我哋一齊同行成長，助己助人，療癒揚升。今日靈食係連結高我嘅5個階段，同埋如何分辨高我聲音。親愛嘅靈魂，你好嗎？今日想同大家探討嘅主題係連結高我。我知道有啲初覺醒嘅朋友，或者想進階地連結高我嘅朋友咧，都會遇到以下一啲情況，就係我哋唔知點樣分辨高我嘅聲音啦，係小我、惡靈定係自己自言自語呢？又或者係你喺冥想裏面完全見唔到任何畫像，或者聽唔到任何嘅聲音。今日咧，我就會同大家拆解連結高我嘅5個階段，同埋其實喺唔同嘅階段咧，高我呈現佢嘅聲音嘅方式咧，都係會唔同嘅。喺我講正式嘅內容之前，我想同你分享一個故事，就係你如何從源頭誕生成一個靈魂，然後離家出走，但係覺醒之後又思鄉想返屋企嘅一個故事啦。好耐好耐以前，宇宙全體生命都係一家親，冇分你我。突然有一日，有個想法浮現，如果我哋唔係一家親，個個有唔同嘅想法，會點嘅呢？天神係一個萬事得意識，佢就話啦，想試下分離嘅部分，你哋去到天琴座揾白洞啦。呢個白洞會好似棱鏡咁，將你哋打散成7束光線，成為一個個碎片。從此你哋係獨立一個靈魂。有一個意識聲音問：咁我返唔到屋企點算啊？我會掛住你噶，天神。天神就話：雖然你分裂成碎片，但係你都係天神我嘅分身嚟噶。你用意念就可以同源頭連結噶啦。我哋永遠都有條電話線連住噶，寶貝。天神，咁我成為碎片之後，係咪都可以經常連通源頭噶？寶貝，咁又唔係喎。你要全心全意體驗分離啊嘛，所以你會失憶噶。咁我係咪永遠都忘記回家嘅路噶啦？咁又唔係，你心中咧會長期有種感應，係向住光同埋愛前進，而且分裂出嚟嘅萬物都會提醒你，融合係你分裂嘅終點。例如最簡單，去到地球，你哋會分成男女，但又會想結合一齊同埋創造喎。仲有靈性知識啊，都會慢慢令你記起回家嘅路。我明白啦，天神。咦，我見到啲白光意識經過棱鏡之後呢，會分散成7色彩虹㗎喎，又點解呢？寶貝，白光分散嘅時候就會形成彩虹嘅7色光，成為人之後，你嘅意識層次都會分散成7層㗎，但你仍然會係一個完整嘅整體嚟嘅。不過因為你最終都會返屋企，因此你會漸漸記起更高層次嘅自己。到時你會叫呢個過程做連結高我，同時亦都會叫做揚升啊。我明白啦，我呢一束白光從天琴座棱鏡分裂之後，會成為天神你嘅分身，意識層次會分裂成7層。喺回家嘅路上，我會漸漸覺醒，並且記起更高層次嘅自己。而呢個過程呢，就叫做連結高我同埋揚升啦。咁我出門啦，天神。一陣見啦，寶貝。各位離家出走嘅靈魂，當你想連結高我嘅時候，代表你準備好返屋企啦。好開心覺醒之間可以陪你走呢一條回家嘅路。你將會記得你係連結住無所不能同埋睿智強大嘅源頭，你擁有創造嘅力量，你亦都可以活出自由自主嘅人生。你會記得呢個係你靈魂本來嘅權利同埋能力。如果你想盡快連結高我，接通源頭所有嘅無限力量嘅話，我邀請你嚟參加高我連結啟動靈魂之聲現場講座。
打開第八脈輪，擴展靈性感官，接通高維智慧，展現最高潛能。如果你只能夠參加網課，等之後技術純熟咗，我哋都會同步線上舉辦講座。言歸正傳，高我連結你嘅5個階段同埋如何分辨高我嘅聲音。第一個階段，我見到好多天使數字啊！第一個階段叫做無聲嘅高我，你嘅身邊會出現好多嘅共時性，最常見嘅就係天使數字鋪天蓋地啦。呢個時候我哋好自然咧會覺得靈性世界真係好神奇啊！一揭手機1111，埋單222，幾架車經過888777，呢個數字點樣解讀啊？究竟你想同我講啲咩啊？你直接啲同我講啦。一開始呢啲巧合會令我哋覺得好神奇，久而久之你仲發現，咦，原來呢啲係高我或者天使同我哋傳訊喎，咁我哋就會覺得好興奮，但係同時又不知所措啦。因為好多時我哋都唔知道點樣解讀呢啲數字。而且呢個溝通嘅方式咧係非常之單向，我哋好想連結高我嘅心，或者想得到支持嘅渴望咧，都得唔到回應啦。呢個無聲嘅高我階段可能會需要你少少嘅耐心，但係佢正正代表你嘅更高層次咧正在向你靠近，並且你亦都漸漸提升緊你嘅意識層次啦。舉個例，假設你住4樓，你已經撳咗個 lift 啦，你見到架 lift 咧從16樓落緊嚟嘅閃燈，但係佢仲未到你呢一層，因為佢需要咧去接洽咗更高層嘅人之後先嚟到你嘅面前嘅。咁高我連結都係一樣嘅，就如簡介提及，你有7層嘅意識，如果你想盡快連結高我嘅話，就好需要去激活你嘅靈性感官，去接通一啲5感以上嘅高我信息啦。咁如果你而家嘅靈性感官未能夠接收到高我嘅信息，係咪代表咩都唔會發生？高我亦都唔會引領你呢？其實唔係㗎。呢個時期就好似你行喺街上面，你聞到麵包嘅香味，但係你唔知道麵包店喺邊一度。不過你係咪可以循住呢個麵包嘅香味揾到麵包店喺邊一度啊？咁所以咧，呢個時期嘅高我咧，其實佢係會不斷勾起你嘅好奇心同埋探索嘅精神，去尋找一啲咧已經由一啲覺醒嘅前輩實物化咗嘅靈性知識啦。咁你就可以先由呢一啲靈性知識咧，去提高你嘅意識層次，並且咧可以盡快達到連結到高我嘅嗰個意識擴展程度啦。喺連結高我嘅初期咧，我哋好多時會因為哇呢啲靈性嘅體驗真係好神奇啊，而對高我咧有一個好高嘅盼望，亦都會有好大嘅熱情，同時會有啲心急同埋冇耐性嘅。咁我哋就會出現咩情況呢？首先我哋會學習好多冥想啊，嘗試好多嘅方法去連結高我，但係當我哋發現，咦，連結唔到呢一個咁神奇又強大嘅神隊友嘅時候呢，我哋就會失去熱情，然後放低咗連結高我呢一件事情啦。不過放低嘅只係我哋嘅小我哋嘅內在呢會默默地持續成長，我哋嘅意識層次亦都會慢慢提升過。然後我哋就會進入第2個階段連結高我啦。我開始在意投射呢一件事情。無聲嘅高我熱情階段完結之後，我哋會進入第2個階段，叫做自言自語的聲音。雖然連結高我嘅熱情過咗，但係唔多唔少，你喺學習同埋嘗試連結高我嘅過程咧，你會不自覺地走上內在療癒嘅旅程。因為你接觸咗更多嘅身心靈詞彙，例如業力、頻率、課題，又或者係心理學嘅詞彙、投射、創傷、原生家庭等等，你會有全新嘅世界觀。你發現原來一切外界嘅實相係源於自己嘅內在，所以你就會多咗好多內在嘅對話，好多反思同埋自省嘅時間啦。亦都係因為咁咧，你發現咗自己有時會投射一啲內在嘅想法去你嘅外在世界，或者係一啲人身上。你同時亦都發現外界嘅一啲人咧，會投射自己嘅痛苦咧喺你身上，或者喺其他人嘅身上啦。當你開始發現
投射呢件事情嘅時候，即係代表咧你同內在嘅關係更加密切，你亦都擴展咗你嘅意識去外在呢個世界。外在呢個世界原來咧都有自己喺度嘅喎。咁呢一個階段咧會發生一啲咩事情咧？就係我哋會有大量嘅內在療癒，就好似執屋一樣啦。執屋嘅時候，我哋終於都見到咧呢個空間裡面嘅一啲雜亂或者係垃圾。咁而當我哋去執呢啲垃圾嘅時候咧，我哋會發現一啲慣性。咦，原來我有呢一啲限制性信念或者呢一啲想法嘅慣性喎。咁我哋會想點啊？就從根拔起啦。我哋會想清除呢啲慣性嘅源頭啦。而呢一個內在療癒嘅階段咧，我哋好多時會同顯化嘅渴望咧係同時出現嘅。我哋點解會想從根拔起去清理我哋嘅內在啊？就係因為我哋想創造同埋顯化更好嘅人生。咁而呢一個階段咧，你會有好主動同埋積極嘅態度咧，去幫助自己嘅。而正正就係因為呢一個態度咧，你嘅高我會同你越嚟越接近嘅。因為高我其實係你靈魂更高層次嘅自我啦。咁所以連結高我最好嘅方式咧，其實就係活成高我啦。你想象一下啦，你對於高我有啲咩定義㗎？假設你心中嘅高我咧係可以幫你解決事業難題嘅高維度存有。咁我哋要連結高我嘅智慧咧，第一步就係開始咧去了解你事業上面嘅困難，同埋呈現幫助自己解決事業困難嘅心境啦。你要有呢一個幫自己解決問題嘅頻率咧，你先會更加同高我咧共振，並且做到連結高我嘅效果啦。當你喺呢個自言自語聲音嘅階段嘅時候咧，你會有好多幫助自己嘅機會啦。同時你會遠離一個陷阱嘅，就係將自己嘅神聖力量咧外化去高我呢個名詞上面嘅陷阱啦。意思就係話我哋投射咗自己內在嘅一啲創造力量咧去高我呢個名詞，好似覺得咧要連結高我呢個存在咧先可以獲得一啲力量嘅。咁其實我哋喺自言自語呢個階段咧，就其實係去連結翻咧喺我哋內在嘅呢一股高我嘅力量，而唔係將嗰股力量咧外化咗去高我呢個名詞上面啦。咁所以喺第二階段自言自語嘅時期咧，你會多咗好多智慧啦，你會多咗好多生命力啦，你會多咗好多嘅創造力嘅。啱先講連結高我嘅重點係活成高我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喺你連結內在嘅呢一個高我力量嘅過程咧，其實你會不斷去觸及自己嘅課題，而當你觸及課題嘅時候，高我就會觸及你噶啦。你會漸漸咧同高我嘅意識層次係融合埋一齊嘅。當你漸漸超越你嘅課題，跨越你嘅限制性思想嘅時候，就係你同高我意識融合嘅一個表現啦。因為連結高我嘅方法同埋意義咧，都係超越你而家呢個意識層次所睇到嘅困難同埋所擁有嘅渴望啦。連結高我嘅過程，你會一直有一股拉引力，去讓你用合一智慧同埋愛嘅思維咧，去思考人生事嘅。就好似一開始天神嘅說話啦，你嘅內心會一直有一個回家嘅感應。如果你嘅思維開始越嚟越多大愛同埋幫自己解難嘅想法嘅話，就代表你同高我咧係越嚟越融合噶啦。如果你中意高我相關嘅內容嘅話，可以俾呢個影片一個 like。第三，我懷疑嗰個係幻想或者係小我嘅說話。經過自言自語期，你內在嘅智慧同埋療癒技巧都大大提升，你內在嘅高我雛形已經漸漸生成啦。點解我用生成唔係用覺察或者係連結本身屬於你嘅高層次思維呢？因為我係從第三層次物質身體嘅角度去思考嘅。對於你嘅物質身體嚟講，高我係一個好虛無同埋好抽象嘅存在嚟嘅。比起去連結一個咧高高在上嘅高維度存有咧，去由此生嘅自己延伸上去、訓練上去、修煉上去嘅角度咧，係更加貼地嘅。
我認為我哋可以有一個神隊友嘅形象去幫助我哋，但係同時更加重要嘅係幫助呢一個肉身咧，去慢慢成長成呢一個高層次嘅自己。即係話，無論呢個神隊友幾神奇都好，佢都係未來嘅你，而唔係一個冇辦法觸及、冇辦法修煉成嘅自我啦。呢個心態會令到你更有行動力，同埋咧持續地相信咧呢一個力量咧其實係屬於你，只不過你係未接通到佢啫。呢個心態亦都會令到你避開第二個陷阱，叫做靈性依賴啦。靈性依賴嘅意思就係話咧，我哋好似長期咧都係一個被幫助嘅角色啦，而高我咧就係呢一個永久幫助我哋嘅角色啦。呢個有啲咩問題咧？我哋上一點提到投射嘛，係咪？咁就係我哋將本身屬於我哋內在嘅創造力或者嗰股解難嘅力量咧，投射咗去外在，而呢個外在咧就係高我啦。咁投射再深入少少解釋咧，其實係咩咧？就係你未覺察或者你未接通嘅嗰個力量，本身佢係屬於你嘅。咁而我哋點樣去回收或者去令呢一股力量去激活咧？就係我哋要明白，所有外在我哋渴望嘅事情咧，只不過係我哋內在投射出去嘅。所以我哋可以反思一樣嘢就係，咦，你投射俾高我嘅嗰個力量，其實咧係你內在都擁有嘅喎。嘗試咧用冥想或者係用 journaling 啦，去連結呢一股力量。王菲有首歌咧叫做《給自己的情書》，其中一句歌詞就係你仰望到太高，貶低的只有自己啦。咁所以即使我哋連結高我都好啦，我哋要知道咧，其實我哋將高我太過於神化嘅話咧，會令到你同高我之間創造一個斷層嘅，而阻礙咗你呢個肉身咧修煉成高層次自我嘅一個阻礙嚟嘅。所以有一個態度係從肉身嘅現況修煉上去咧，就係連結高我嘅務實嘅態度啦。連結高我嘅第三階段咧，叫做虛擬嘅高我之聲啊嘛，係咪？我稱呢個階段為牙牙學語嘅模仿期啦。呢個係咪小我聲音扮緊高我咧？定係呢個係我嘅幻想咧？定係呢個係我嘅超我掌管道德嘅自我同我說話咧？其實呢個時期咧，就好似我哋學寫字嘅時候，要由臨摹開始啦。你嘅意識層次咧，都會有一個時期咧，係嘗試去模仿同埋學習如何成為自己嘅高我嘅。你嘅思維正在升級嘅過程，唔好取笑佢，亦都唔好否定佢，唔好懷疑佢，而係認出佢，描述佢。當你去覺察呢個新嘅思維模式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漸漸提升到去高層次嘅思維模式噶啦。你認可同埋描述佢嘅方式可以係點咧？咦，我講嘢開始變正面喎。我諗嘢開始理性喎。我有啲聲音係為自己嘅權益發聲喎。我開始有啲自愛嘅鼓勵聲音出現啦。當你去主動認出呢啲聲音，並且專注佢哋嘅浮現嘅話咧，你就會加強你同高層次意識或者高我嘅連結噶啦。咁喺不久嘅將來咧，高我之聲就會成為你可以雙向溝通嘅智慧來源啦。第四，我得到啟發啦。當你熟習咗自言自語嘅自我療癒期之後，你就成為咗睿智有覺醒嘅學生啦。高我知道你係時候可以直接接收佢嘅教導同埋執行佢嘅指引啦。咁你就會進入高我嘅睿智指引階段，高我會直接同你對話啦。咁高我可以同你雙向溝通嘅時候咧，你通常已經達到咗兩個前設啦。一就係足夠嘅靈性知識，二就係敏銳嘅靈性感官接收力啦。所以某程度上咧，呢個時期你已經成為咗自己或者身邊人，甚至係一啲陌生人嘅療癒者或者係通靈師噶啦。第一，靈性知識其實係高我同你溝通嘅一啲工具或者係橋樑嚟噶。呢啲橋樑咧會令到高我同你解釋一啲深度嘅療癒會更加有效率嘅。例如甜甜學習咗內在小孩嘅概念，當佢問
高我點解自己成日喺愛情之中都被背叛？高我只需要展現兒時父母爭吵嘅畫像，再啟發甜甜一句：我潛意識害怕親密關係，甜甜就即刻有咗如何療癒自己嘅行動指引啦。所以當你有足夠嘅靈性知識咧，高我會更加有效率地連結你，咁你就會不斷講：我得到啟發啦，我有靈感啦，我知道點做啦，呢一個情況啦。連結高我好重要嘅功能係解決難題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如果我哋本身嘅靈性知識或者一啲人生嘅智慧未夠多嘅時候，高我可以引領我哋嘅方式就係勾起我哋學習嘅好奇心啦。好多朋友喺覺醒之後先開始鍾意睇書，係咪呢？咁呢個其實就係高我咧幫助你連結佢嘅一個指引啦。我哋啱先提到連結高我嘅關鍵係知識或者智慧嘛，係咪？咁其實有機會喺某個範疇裏面咧，你冇辦法連結高我嘅原因咧，可能係嗰個範疇嘅智慧咧，仲需要一啲學習。假設你想問一啲愛情方面嘅課題，咁可能你就要首先咧去學習一啲愛情相關嘅詞彙啦，同埋療癒原生家庭嘅一啲技巧咯。咁當你連結高我嘅時候咧，佢就能夠咧去幫你理解如何處理呢一個主題嘅課題啦。高我嘅沉默唔係代表你唔夠靈性，係代表你可能需要一啲關鍵嘅空間去完成學習。當然我哋都需要第二個關鍵咧，先能夠同高我雙向溝通，就係你嘅靈性感官係咪敏銳啦？咁靈性感官嘅敏銳性咧，就關乎我哋嘅第三眼頂輪同埋靈魂之星或者更高層次嘅脈輪咧，係咪活躍啦？如果你想去擴展你一啲靈性接收力嘅脈輪嘅話咧，最關鍵同埋最簡單嘅方式咧，當然就係持續冥想啦。咁冥想咧，其實唔需要由好長時間開始嘅，你可能每日冥想5分鐘，或者你有一個意圖係我呼吸1分鐘，呢啲都係冥想或者正念呼吸嘅開始嚟嘅。正念呼吸或者係冥想嘅意圖咧，都能夠令到你嘅靈性脈輪漸漸激活嘅。嚟緊我哋都會舉辦公益課5日開第3眼挑戰，我哋歡迎你嚟參加。每一屆我哋都會調整內容，一齊提升靈感，連結你嘅高我，創造理想嘅人生啦。報名連結喺描述欄嘅第2行。而連結高我咧，好多朋友覺得要喺好深好深嘅冥想裏面咧先能夠做到啦。但係其實高我嘅信息咧就喺你嘅當下裏面。咁所以我哋冥想嘅關鍵咧係淨空我哋過多嘅繁雜思維，讓我哋可以有一個空間咧去接通近在咫尺嘅一啲智慧。咁所以冥想嘅關鍵咧係讓你可以淨空自己嘅思維，你唔需要進入到一個極度深嘅冥想啦，或者修煉好多年啦，先接通到你嘅高我或者高層次嘅思維嘅。當你有冥想習慣之後咧，你會對當下呢一個能量嘅場域所擁有嘅資訊咧，更加有洞察力，或者係覺知力，或者係解讀嘅能力。咁你就唔需要咧喺好深嘅冥想裏面都可以獲得高我嘅信息。例如你會喺食飯嘅時候啦、行路嘅時候、睇電視嘅時候、煮緊飯嘅時候、沖涼、掃地嘅時候，都可以獲得高我嘅智慧。你就會不斷講：我得到啟發啦。5，我開始想分享知識同埋經驗，成為高我嘅嘴巴。當你嘅啟發越嚟越頻密之後，你會進入第5個階段，就係你好想去分享你嘅知識，好想分享你嘅經驗，你會成為高我嘅嘴巴。高我同你之間嘅連結咧會越嚟越緊密，你亦都會好樂意去分享你內在得到嘅愛同埋智慧。喺呢個階段咧，有一個好有趣嘅特徵，就係你發現咧自己好少去主動連結高我啦，你亦都好少會話呢個係嚟自於高我嘅信息，你會更多地發現咧呢個係自己浮現嘅智慧啦。你會更少提及高我呢個名字，因為你已經活成高我，你已經提升咗你嘅意識層次啦。可能你連結嘅已經唔係高我，係其他嘅高維度存有，例如揚升大師啊、源頭啊，或者其他
星系嘅一啲傳遊啦，或者你會產生興趣去研究宗教、神話或者係地球歷史，因為一切都係一個圓圈，過去曾經係我哋嘅開端，亦都會係我哋未來嘅終點。嚟到連結高我嘅第5階段呢，有啲奇怪嘅特徵嘅。雖然你嘅身體咧仍然都係第3維度嘅振頻，係咪？不過咧，你對於物質世界嘅一啲事情或者一啲人咧，少咗回應同埋少咗互動啦。例如曾經會激起你怒火嘅家人啦，會刺激到你嘅上司啦，會令到你執着嘅愛與恨啦。你已經發現呢啲事情變得模糊同埋轉瞬即逝啦。會嚟煩你嘅人咧都變少咗，因為你嘅氣場咧係感覺有一層結界或者係有距離感，係難以觸及嘅。因為你大部分嘅意識咧已經提升咗去第4密度嘅振動頻率啦。比起去回應一啲低頻嘅人和事咧，你會想分配更多嘅時間、心力同埋能量咧去實踐你新嘅自我想執行嘅使命同埋願景。喺呢個階段咧，你會係更加積極去探索自己嘅使命，同埋實踐咧你內心深處嘅渴望啦。你會活成咧你最中意嘅自己。啱先提及第4密度嘅振動頻率啊嘛，其實喺呢一個振動頻率嘅你咧，會更加覺察你除咗係自己之外，亦都係一整個集體意識。而呢個覺知咧，唔只係思維層次，已經係去到心嘅層次同埋行動嘅層次啦。你會好想咧去助己助人，你亦都會有一啲合一嘅願景嘅。你會希望用行動啦去幫助呢一個世界，留低一啲愛同埋智慧。喺你連結高我嘅過程咧，你嘅靈魂會漸漸歸位到去最適合你嘅身份、職業同埋伴侶嘅身邊嘅。所以想尋找靈魂使命、靈魂伴侶或者雙生火焰嘅你咧，其實都係高我牽引緊你嘅一個特徵嚟噶。當你嘅靈魂歸位之後咧，你會活成高我，亦都會成為宇宙嘅管道。你可能會有靈性或者唔靈性嘅工作，但係你都會以宇宙嘅精髓影響自己同埋其他人嘅生命。你會透過分享知識同埋經驗，引領散落喺地球嘅彩虹碎片，共同築建回到源頭嘅彩虹橋，返到靈魂永生嘅屋企。留言屋姐嘅 emoji 去支持自己同埋夥伴呢一個回家路啦。覺醒之家會一直陪伴你成長，訂閱我哋成為一齊揚升嘅夥伴啦。好多謝你睇到最後，願我哋連結高我嘅旅程充滿啟發，亦都願你可以重獲你靈魂最大嘅潛能。咁今日零食就嚟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次再傾過啦。送俾你好多愛同埋平和，拜拜。